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8月11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6条被执行人和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合计27亿余元，涉及票据纠纷、合同纠纷等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恒大地产、贵阳置业有限公司、恒大地产合肥有限公司等。执行法院包括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59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592亿。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老赖以及中本案件信息。这个恒大已经是叫万劫不复关键受恒大暴雷影响有很多企业受到的暗伤也就是说外界还不怎么关注，但实际上它受伤非常严重。你比如说网上有这个传言说深圳国资在恒大投资中巨额亏损，比如恒大暴雷导致深圳国资亏损严重，这个谁能想到呢？说深圳控股投资恒大地产净亏35.5亿港元，深圳人才安居集团预计亏损231亿元人民币，这个大家是知道吧？是最早这个山东高速跟许老板之间一个战略投资约定了需要许老板回购的如果这个恒大能够回归 A 股，那么山东高速就可以在 A 股退出让这个 A 股的韭菜来帮一把搭把手这样他就退出了。如果你不能回归 A 股上市，那么就由许老板拿钱把这个山东高速的应该是200亿要回购回去。后来大家都知道吧，恒大借壳深圳房回归 A 股，对吧？给这个胡适金融消费者一个做贡献的机会，但这个失败了，所以山东高速就坚持要求恒大回购。恒大没有钱，最后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手段，居然由深圳人才安居集团把山东高速的这个200亿给它赎回了，也就是把这个套在山东高速脖子上那个绳子解下来，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个举动让深圳人才安居集团预计亏损231亿人民币。这个最终都需要有人出来走到，对吧？有人要对这个负责任。这大头的钱就这么浪费吗？还有深圳地铁通过万科间接关联恒大的投资，亏损166亿元人民币。照这个算就估算一下，毛算一下，这个深圳国资跟恒大相关的亏损就达到了520亿人民币。你再想象一下最近这个也是隶属深圳国资的这个华南城被香港高等法院叫清盘，也就是破产清算，这有多少钱灰飞烟灭这个账什么时候要算一算？现在各大房企日子多难过，对吧？救市救了4年，这房企似乎是越陷越深。我们通过一个新闻也能看到，今天汕头的媒体发布一条新闻，叫最高2.38亿，汕头多家地产公司欠税被通报。日前，汕头市税务局发布汕头2025年第2季度截至6月30日企业单位纳税人欠税200万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欠缴税款10万元以上的公告。欠税企业中涉及汕头多家地产公司，你比如说叫汕头市龙光金骏房地产有限公司、汕头市大洋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汕头市深捷房地产有限公司、汕头曼联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首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等至少有10几家汕头的房企，也就是给我感觉好像汕头的房企都在欠税一叶知秋这就说明这个房企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一个困境？真正的叫弹尽粮绝房子一套是卖不掉，这边对吧？员工工资、银行利息、税，对吧？电费、水费、办公楼的租金，哪个都要花钱。我们再看这个新闻这个8月8号，华夏幸福发布公告，平安人寿及平安资管自9月1日至11月30日计划减持所持股份不超过 1.17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3%。其中，你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即不超过7827万股。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3914万股。你减持股份的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而确定。截至目前，中国平安通过子公司共持有华夏幸福25.18%的股份，平安人寿持有华夏幸福10.64%股份，平安人寿万能各险万能持有6.12%，平安人寿分红各险分红持有8.42%的股份。也就是说啊，这个中国平安是华夏幸福的第一大股东。本来中国平安是对吧，华夏幸福的第一大债权人，后来华夏幸福有幸啊，在恒大之前暴雷，完了之后华夏幸福就进行了债务重组，中国平安有幸成为华夏幸福的第一大股东、第一大债权人。那现在呢，趁着这个沪市反弹啊，华夏幸福股价很有可能是稳在那儿，中国平安就要减持华夏幸福。什么意思啊？如果他看好房地产这些资管呢，这些这个险资啊，保险资金还有银行资金，他怎么会急着这个低位减持呢？对吧？恰恰说明啊，房地产的这些金主啊，实际上就是保险资金啊，已经不看好房企了，想办法减持啊，套现，这是大股东减持套现的。还有好多人啊，还在准备炒这个房企。今天啊，媒体报道，财政部等9部门严禁服务业经营主体将贷款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或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这个财政部、民政部等9部门12日发布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现在为了鼓励这个经营实体贷款啊，现在给你贴息，但是啊，有关部门又担心这个钱流到炒房族那儿，又变成炒房资金，所以啊，其中提出经营主体要确保将贷款资金用于开展合规经营活动，提升服务供给能力，改善消费基础设施，严禁虚报、冒领、套取、截留、挤占、挪用贷款资金，严禁将贷款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或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经办银行要严格按照相关部门审核检查结果申领贴息资金，确保贴息资金合规用于向符合贴息条件的经营主体兑付，严禁经办银行和经营主体套取贴息资金。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要收网了啊！对这些通过经营贷、通过各种消费贷，然后这个钱七绕八绕的绕到炒房，对吧？这个要釜底抽薪了，要关门打狗，对吧？这些贷款炒房的脖子又被勒紧了，对吧？还有很多人现在在做梦想通过炒房发家致富。当然了，有些人已经被套住了，他买了5套房，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自救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房价很难维持，如果你房价跌那也行，那就没有成交，对吧？你套在手上你也卖不了，房价跌吧，你已经赔钱了。这个不利于房价上涨的因素非常多，对吧？第一个就是你看长期看人口，这个房地产，对吧？咱们人口14亿天花板，对吧？人口是在下降了，未来需求停滞。第二个说的是城市化率，以前咱们有大量的，对吧？9亿、10亿的农民要进城，那我们现在城市化率65%，也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就是空间已经不大了。老龄化、少子化，咱们现在老龄化是21%，到了2035年，就10年以后是30%，大量的房子没人住，因为老家伙都已经走了。有机构测算现在居民手中库存20%就是房子，60亿平米的房子闲置。这个通过那个房租租金不停的下滑也能感受到。如果从这个人均住房面积，那咱们现在是40多平米，这个也基本上跟发达国家也差不了多少了，就是你再往上提高的空间也不大了。咱们最高峰的时候就是2020年。咱们那一年新建商品房20亿平方米，占全球新建住宅面积50%，就是全球一半的房子都在中国，就是新盖的房子，对吧？这个一看就不正常。这个房地产开发商负债率超过90%，对吧？这正在暴雷的路上，有的已经爆完了。也就是这些都是预示着说通过房价上涨来解决问题，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把它稳住都很难。每日经济新闻今天刊登一篇报道就是上周五北京不出了救市政策嘛，北京市户籍的或者是也在北京交了2年社保的，那在北京5环外买房已经不受套数限制了，随便买，对吧？想买多少套买多少套。这个新政出台48小时过去了，也就2天过去了，有什么反应呢？每日经济新闻它一篇报道，标题叫黄金48小时过去，北京楼市新政有没有用？我们看一看说北京楼市新政有没有用？单日网签突破2亿元，48小时到访量突破930组，销售2.8亿。刚刚过去了这个周末，8月9号到8月10号北京多个售楼处销售人员朋友圈
不时弹出喜报。8月8号，北京发布楼市新政，自8月9日起实行明确符合购房条件的家庭买五环外商品住房不限套数。各大楼盘也紧密推出新政相关海报进行重点推广。这2天来看房的人挺多，每天来访量大约是之前的2倍。北京市大兴区一品新创缘起售楼处一位人士8月11日通过电话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说，综合多家机构统计看，新政后的首个周末北京新房及二手房网签数据表现平稳，尚未出现明显变化。不过，线上找房平台数据显示，新房点击量日均水平与8月前10天相比提高14%，咨询量日均水平提高24%，比新政前周末增长110%，翻了1倍啊！过去2天，北京招商喜售楼处置业顾问黄婷婷在朋友圈非常活跃。新政实施以来，他连发3道海报，奔走相告，意在为自家的楼盘吸引客源。招商喜是北京南五环外的在售楼盘，靠近地铁亦庄线荣金东街站，面积在143至428平方米左右，均价7.3万每平米。据悉，8月10日便有购房者从招商喜认购签约2套大户型房源，就是408平米的啊。项目周末2天累计销售约2亿元，相比新政前的周末增长110%。周末看房的人比平时多，主要叠加了前期积累的客户。北京招商喜售楼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中建长安丽苑是北京门头沟区改善型楼盘。项目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周末顺利成交了几套房源，不过是新政实施之前确定的，挺突然的，之前也没听说要出新政。8月9日当天，一品新创缘起累计网签金额约2亿元。该项目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客户可以享受最新的公积金政策。安居客数据显示说周末2天，北京在线找房热度提升，新房点击量水平与8月前10天相比提高14%，与上月相比提高25.5%，与去年8月相比降低7.7%。新房咨询量日均水平与8月前10天相比提高24%，与上月相比提高33%，与去年8月相比提高7%。二手房点击量方面，日均水平与8月前10天相比提高14.5%，与上月相比提高22%，与去年8月相比提高11.6%。二手房咨询量日均水平与8月前10天相比提高8.6%，与上月相比提高17%，与去年8月同比提高7%。预期政策还将进一步优化。你看这一波药效还没完呢，就等着下一波药了，药不能停了。什么预期政策还将进一步优化，也就是还要接着喂药啊。中指研究院监测显示，今年1到7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中，5环以外的占比超80%，二手住宅成交套数5环外占比也超50%。8月8号，北京住建委、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新政。这个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通过文字向美京记者表示，新政信号意义明显，限购政策优化也有利于提振市场预期，推动住房需求加快释放。同时，本次限购政策未对外地需求放开，仍以挖掘内需为主，也就是北京市的也体现出一线城市渐进式政策推进节奏。这个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为则认为，政策调整以去库存、稳预期为目标，短期内有效激活市场，但长期仍需依赖经济基本面改善和居民收入预期修复。本次调整被视为阶段性政策，市场普遍预期后续可能进一步优化。针对有户籍社保人群多套购房需求放开影响相对较小，预计后续会继续放开5环外购房资格认定，核心区购房资格也会调整。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新政后的首个周末，北京新房及二手房网签数据表现平稳，也就是刚才那些什么中介呀，那些什么的发的朋友圈，那都是胡吹的
因为这个中指研究院最后统计，北京啊这个周末啊新房及20万晚间数据是表现平稳，新建商品住宅分别成交83套、92套，二手住宅分别成交178套、116套。考虑到晚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预计随着时间的推进，市场交易活跃度将有所提升啊。这是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的啊，也就是北京的新政48小时以后啊，那个锣鼓喧天、彩旗飘着、人山人海这个场面并没有出现，比去年9月份出新政之后，对吧？那个宣传那弱多了啊。我记得去年新政一出，这个首先是这个房产中介啊，忙得饭都吃不上，然后第一时间打电话把那个已经辞职的房产中介叫回来，赶紧上班来生意了，来大活了，对吧？各种接电话，各种带看。今年似乎啊没有去年那个动静了，对吧？今年什么叫不温不火啊？这就叫不温不火。去年新政好歹坚持了2-3个月，今年这个新政估计就坚持1个周末，到下个周末我们再看看。但是大家也记住了啊，我估计迟早啊，这个五环外一定会向这个非北京户籍的叫真正的不限购，那这样的话也有可能啊，真正的这个成交量会上去，对吧？真正的会出现所谓的火爆。那这个对这个环京呢，对吧？比如说这个燕郊、大厂、涿州、霸州、张家口、武清，对吧？什么京津、新城，那对这些地方恐怕都是毁灭性打击啊，甚至对2线城市都有影响。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在北京上班跑到河北买房了，对吧？你直接在通州买房就完了。那是啊，真正的放开限购会有一波这种行情啊，也就是大家拿着钱跑到五环外买房子去挑一挑啊，也还有那个便宜的房子。这个中国房地产报道啊，他说广州房企保价购房，最高补偿20万。多家房企宣布保价购房，怎么回事呢？说8月8号，广州本地的国企啊，珠石地产宣布启动保价行动，覆盖7个在售项目，承诺8月8日至10月15日期间购买指定房源可保价到年底，买贵了可申请按对应差价同等价值补偿，最高20万元物管费。8月11日，珠石地产相关人士表示，参加活动的是该公司主力在售项目，核心目的是希望提升暗场客户的信心。1个多月前，越秀地产广州区域的4个项目中交科城、黄埔未来城已打出保价购房旗号。市场数据显示啊，5·1黄金周过后，广州楼市活跃度有所降低，7月份成交面积环比、同比均录得2位数的跌幅。科尔瑞广福区域首席分析师肖文晓认为，在经历了几年的市场调整之后，房价下跌是目前购房者观望的一大阻力点。品牌房企带头承诺保价，有助于打消潜在客户的顾虑，坚定其出手的意愿，从而对市场止跌回稳起到正向的引导意义。我怎么看了这新闻之后，反而觉得这病情严重了呢？假如你想买房啊，你跑去看到人家这样的承诺，说啊，你啊，现在买房，如果买贵了，到时候给你补偿，但是不是补偿现金啊，补偿就物业费，然后最高是20万。哎，这个一听还挺好的啊，乍一听啊，但是后来他又告诉你啊，保价只保到年底，年底还有4个月，那明年跌了呢，对吧？明年跌个20%，你受得了吗？明年他可就不管了，保你4个月。对，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广州啊，这个楼市啊低迷，对吧？这个因为广州什么手段都用了，他现在又不限购了，已经没有什么工具了啊，只好出此下策。但是这个政策，与其说是打消购房客的这个购房者的这疑虑，你反而不如说是吓唬他。那你这个潜台词就是4个月以后恐怕房价就要降，只能保4个月，对吧？你要保终身，对吧？你要至少保10年。所以他这个政策啊，估计不仅没有什么用，恐怕反而会起反作用。有个武汉的网友啊，在网上啊发帖子留言呢，他说我是2021年高点上车了武汉的房子，说是41层3房，这个房子最高是47层。武汉这种高层太多啊，超过30层的都已经难以理解，居然47层，总价190万，算上这几年利息、办证、装修，总成本220万，也就是这个网友花了220万在武汉买了一个3房。他说目前剩余80万公积金贷款，也就是还有80万的贷款没还，但是这个房子市场价大概100万左右，如果把它卖掉，那就要亏120万。这套房子不是自住房，是婚前所有，目前空置可出租，每月房
房租2600，房贷是每月4000，这个每个月4000里面，其中2000是利息，所以说这个网友现在开始纠结了啊，这房子到底拿着还是把它卖了？因为这是他第2套房，不是自住的那套房，这房子买着一直放在那儿，也可以租，一个月2600，说不卖吧，怕继续跌；卖吧，又怕搁到地板上。目前这地方的价格就相当于武汉2015年的价格，也就是他现在分不清了，会不会还继续跌，还是说已经稳在这儿了？这个事情啊不好说，确实有这个担忧啊，就是你前面卖了，但后面它真稳住了，甚至过2年还反弹一下。它毕竟它成本只有1万嘛，就是现在那个房价呀1万，你不卖嘛，它到时候跌到8000，跌到7000，跌到6000也有可能，这谁知道啊？关键的关键啊，它现在卖，表面上看还能卖100万，实际上真要成交100万卖不掉。这个不光是商品房啊，还有这个商铺。过去咱们总是说啊，一铺养3代。这个东方热线报道，一个宁波的网友啊，叫有糖就会笑的孩子发帖吐槽啊，说他的一个朋友2年前买了一个商铺，就是门面房，花了100万，现在50万都卖不掉，备受打击啊。他说啊，这几年房价跌得凶，最惨的不是囤了住宅的，而是当年抢门面房的那帮人。前几天遇见个熟人，50多岁的人，愁得没有一点笑模样，说自己被一间26平的门面房坑惨了。前几年听信别人的忽悠，5万一平，砸了100多万，如今50万脱手都乐意。1年租金才4000块，一辈子积蓄全打了水漂，这就是叫什么？叫惯性思维啊！过去确实有这个说法啊，叫一铺养3代。很多人赚了钱，不仅买商品房，他还买商铺。这种门面房啊，稍微好点啊。他26平的门面房，实际上为什么说还稍微好点呢？就是实在不行啊，你自己去把那个里面随便收拾一下，开个早点铺子或者开个拉面馆，对吧？自己干，给自己找点事干。还有人投资的是那种集体产权证的，就是那个一个大商场分割卖的，哎，他买了20平，他买了30平，你那20平在哪儿也不知道，这才叫惨，啥也干不了。完了什么交钱，对吧？物业费、水电费你还得交，这种人家买的是门面，对吧？至少独立的这个产权证有啊，这么一间房是你的。实在不行，找关系，给移动做个营业厅，小型的很多都是这样，或者电信、联通。一铺养3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铺害3代。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商业啊，你租不出去，你也得交这个管理费啊，它是个负资产，后悔都来不及啊。所以啊，说来说去啊，还是要保住现金呐。只有存款啊，目前对吧，相对安全。任何资产都有可能贬值，任何资产都有可能会拖累你啊，变成累赘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